城巴5合1計劃作用在哪兒？繼43米並入971後，城巴計劃喺5月10號將5條路線合併，分別係4、4X、48、71同 71P。最終只會剩低4號全日服務， 4X 半日服務。咁瘋狂嘅計劃就梗係俾大眾反對啦，最終呢項計劃未能如期實行。其實諗諗呢一項計劃有乜嘢用？有網民話，城巴要騰出用車俾未來皇崗路線使用，所以先喺南區瘋狂 cut 車，但係新嘅主幹線4號其實係比原先嘅路線用更加多嘅車輛，詳情可以睇下計劃內容。既然繁忙時間都慳唔到車，不如唔好做。其實啊，華富村重建緊，大量工程人員返工放工，增加交通需求，嚟緊仲會有更多人住華富村，有乜理由取消48號？就算薄扶林有地鐵都唔會係重鐵，巴士客量未受到太大衝擊，而且到時先取消48號亦都唔遲。仲有 4X 應該喺交易廣場設定時點，南行係4號短途班次，可以同4號區別。唔好縮短服務時間，否則瑪麗醫院特快前往中環碼頭嘅乘客盡失。